經常有香港車友私信我哋點樣報名，今次就出一期為香港車友而設嘅視頻。喂，你知唔知搞一次 Monkey 環島遊背後要幾多功夫？唔使驚，我哋有答歌。其實由大家開始問點玩㗎，點報名，到搞茶會教大家點操作報 Monkey， 都係達哥一手幫我哋統籌嘅。冇佢幫手，我諗我哋冇辦法搞得成咁多次活動。同大家介紹香港鐵騎館會長001達哥，達哥今日又嚟澳門探我哋啦，仲幫手做晒出車流程。香港車友想預約我哋，需聯絡香港鐵騎館會長達哥。香港散客我們不接的。我哋嘅報名表會定時咁提交俾香港鐵騎館，鐵騎館會幫我哋做統籌，審核車友資格。預約成功後，達哥還會安排開一個茶會，出一部 Monkey 讓各車友初步熟悉 Monkey 操作。嚟到澳門後，各車友要即場買一份不低於100萬的境外旅遊意外保險，包括駕駛電單車的費用大約100左右。然後就會做一個簡單的活動講解試圈，然後我哋就可以正式出發。活動期間所產生的費用包括入油、飲品、電單車由我們狂奔工作室免費提供。食飯 AA 制，整個活動大約5到7小時左右。